喺管理企業設備嘅時候 ，IT 團隊通常面臨兩大問題：budget有限或者舊嘅設備影響咗工作效率。傳統只係靠主觀判斷去換機，所以造成預算浪費或出現誤判嘅情況。HPWXP 透過 AI 分析設備使用嘅行為同埋健康狀況，智能推薦最好嘅換機時機同方案。系統會自動盤點需要更新嘅設備，然後將份 report 出嚟，支援 IT admin 做出最好嘅預算同埋採購嘅 plan。例如更換一批冇保養而且用超過5年嘅設備，或者更換有損耗嘅電池。有咗數據嘅支持，可以令企業有效分配資源，避免太早或者太遲換機而帶嚟嘅損失，同時確保員工用緊嘅裝置去到最佳效能。資產管理從此唔再靠直覺，而係以科學數據為依據，幫助企業用最合理嘅預算，達到最高嘅資產回報同工作效益。